为了要让囡仔有全台语网教环境，台中教育大学和教育部呢，对2017年开始设一个网站，合作台湾台语网教网，推动到今已经有21部的台语网教了。这届推出的作品合作《绿花少女》，希望囡仔对电影当中唔那学台语，也会当学习到尊重无共性别的声音。 假假嘞，今日甲爸做伙来驾车。哦，足好笑的，经过543，我笑到要冰车。网家当中的查某囡仔自细汉就想要和老爸共款做消防员，不过迄个年代是1930年的美国，当时社会并无允准查某囡仔做消防人员。这出网家电影《绿花少女》就是咧讲这个查某囡仔的故事。翻译这项电影的老师讲，这届翻译台语甲台文上困难的所在，就是要安怎甲英语翻做倒带台语词。 英语内底，因爸爸问伊讲：“你敢知影啥那要叫 fireman， 你是 firewoman？” 啊，我就想到讲，咱台语有一个叫拍火兄弟，吼，嘿对，我就讲，我就甲翻做讲，啊啥那，你敢知影啥那人拢讲拍火兄弟，无人咧讲拍火姊妹。 台中教育大学和教育部对2017年开始设一个台湾台语网教网的网站，负责推动的教授表示，对2017年到今已经推出来21项的网教，这届会选择《绿花少女》这出网教来做翻译，是因为故事内容冇讲到现代上注重的性别议题。咱的教育的课纲吼，有一个叫做19项议题啦。这19项议题内底吼，伊共有一个议题是性别，也有一个议题是防灾。 咱这边也面拄好咧讲性别甲防灾观念。听教授表示，台湾台语网甲网累积作品愈来愈多，一定坐甲会当分适合的年岁站来看，有幼稚园、国校啊、国中、高中无共年岁人适合看的网家，希望会当替台湾的囡仔创造一个全台语的网家环境，看网家学母语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